大阪直美前教练诉诸法律，要求分得他生涯奖金的20%。这位网球世界球后今天拒绝卷入这场纷争。法新社报道，曾在2座大满贯冠军得主，现年21岁的大阪直美青少年时期帮助他的教练季恩 Christoph Jean 要求大阪直美支付他至今所赚的10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3.1亿元中的200万美元。季恩坚称大阪直美的父亲弗兰斯华 Leonard Francois 在他2011年指导大阪直美和他的姐姐大阪麻里时，曾与他签下合约。尽管与大阪直美亲近的消息来源强调，他们对结果不担心，且相信此事能很快落幕，但大阪直美告诉法新社，他不被允许说任何与诉讼报道有关的事。当被问到有关处理成名后的一切和成为世界顶尖球员的困难时，大阪直美承认他仍在学习中。他说：“关于这些我还很菜，所以现在我实在没办法说什么。”他补充道：“或许再经过一点时间，我能掌控得更好。”大阪直美表示，大家都知道，印的安全网赛和迈阿密网赛就像大满贯赛事般，这让我对赢得比赛有很强的动机。他提到，去年在迈阿密网赛击败小威廉斯 Serena Williams 是如此美好的回忆，那是我第一次和他比赛，然后我在印的安全夺冠，我只想让自己挑战他，而那就像美梦成真般。